在地人在地情，有一群对家乡有真深的感情的少年人，伫个高美湿地游客中心开设着主题冰淇淋店。因选用在地食材，嘛以动画漫画角色为发想，来开发着各种的口味，要让更较侪人来认捌着海线地区各种的特色。用漫画角色正作形象，用心设计冰淇淋的口味，然后呢，佮选用台中在地火龙果，含用原住民种植马狗来制作冰淇淋的口味，让大家伫咧热天时啊，买当食甲心凉鼻透开。一群青年，然后一起做这个创作的部分，我觉得蛮棒的。较早海线地区时，大人拢讲人才爬袂过大肚山，婆婆看到优秀人才拢往台中市区发展。一群少年仔就用事件的漫画文化含点心，提升在地人对海线地区的认同感。那其实透过企划参与的过程中，对海线也有越来越多的理解。皆さんとザージャーマソの祭りを参加しに来た。古早人辈用日语小解大感拍，未来嘛按算加入较侪语言，透过多元方式，让较侪人熟悉台中海线美丽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